台中有一个男性的网红，昨早去离睡厝的所在，有警察摕这个搜索票入去搜查，佮强行甲带转去派出所做笔录。前后经过7点钟，伊才离开，但是伊质疑警察念着人。 厝内拖拢被拍开，客厅桌面被敲甲乱七八糟。这个姓周的网红控诉讲，昨早起厝内雄雄入来5个员警，甲压制在地。把我过肩摔，我都在那边这样子，我以为我在拍影片，好，然后结果都被翻箱倒柜，哦，然后没有重点，小雨没有做事哦，抓错人。伊讲当咧困无啥啥，无偌久，警方开始伫因兜咧边来边去，连粪扫地啊嘛变过。回补办的是过程中，警方有提出一张监视器的画面，讲相片内底即个穿干仔色的衫的查甫人监视伊，验过一个看体型根本就无共款，伊怀疑警方念着人。反正他就说刺青位置就是雷同啊。 所以才还有什么监视器画面什么重叠这样，反正那一看其实身材就跟我差蛮多的，没有前科，所以我就想说奇怪，就是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情，怎么会怀疑我嘞？警方定情讲，迄一天是由检察官指挥侦办毒品的案件，员警到现场时有向当事人提出搜索票，并且核对身份，确认无问题，佫有请伊签名。 敲刷由检察官复审了，请伊回去一切听书合法。检警依法搜索票所载人别及处所执行搜索，程序均依法办理。目前案件仍在侦查中，警方将持续配合检察官指挥，依法审慎厘清。警方无承认有抓唔到人，强调讲调查案件的过程依照线索的侦办，无排除任何的可能性。 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